如果你關心你個仔女能唔能夠真正成才，想將屋企嘅日子過得踏實和睦，呢條視頻你一定要耐心咁睇落去。好多你深信不疑嘅老話，其實藏住被曲解嘅真相，仲喺度默默咁影響住我哋嘅家庭教育同埋價值觀。比如咧，仔又要窮養，女又要富養。其實佢嘅原話咧就係窮養兒志，富養女德。前一句嘅意思咧就係要你個仔喺磨練裏邊長志氣，唔係叫你喺物質上刻薄佢。後一句嘅意思咧就係叫你個女修品德、拓格局，唔係叫你冇底線去滿足佢嘅慾望，將買名牌當成理所當然。好大部分仔女嘅價值觀就係位喺一字之差，先成家後立業。呢一句說話成為好多父母變成催婚嘅藉口，逼住啲後生仔啊，就算係三觀不合啊，都要湊埋一齊過日子。結果屋企日日都係雞飛狗跳，連自己嘅事業都冇乜心機去拼搏。其實老祖宗嘅原話呢，就係遇良人先成家後立業，遇貴人先立業後成家。意思就係遇到啱嘅人呢，就先組建家庭，然後再拼自己嘅事業。但係你遇到可以提攜你嘅貴人呢，就要揸住機會去闖自己嘅事業。老祖宗講嘅係順勢而為，唔係到點就交差。最離譜嘅係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。呢句說話成為好多人自私自利嘅擋箭牌。其實呢度嘅為呢，就係講修為嘅為。